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给你们介绍一个很容易的西西里菜谱——章鱼腐鱼沙拉配料。这个西西里菜谱很根本，由于有很少配料，一些放柠檬这一个柠檬，这个柠檬我们放在一个章鱼，稍微扬上去，锅干一个章鱼。现在我们开始做好准备。我们把水烧开，再进稍微盐，陶豆浇进我们的章鱼，一起一个柠檬，压榨一下。如此，我们洋芋增味香美。我们的章鱼应该煮半小时了。完事打起，然后我们的章鱼煮半小时了。我们算起了章鱼的半要看个热的章鱼。现在我们接着，我们开始蒸煮熟的章鱼。一起性接着我们的章鱼，我们加进一个切一个配料，眼下我们加进一个半分个在这边，加进稍微盐，粗心盐，因为我们已经要的水，加进稍微营养再多水了。加进柠檬汁，你们花进加进椒才会香美。大头加进盐、生姜、酱油，菜完了。现在我们应该胡配料，然后我们归并我们的菜。我们可以加进洋香菜。